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约翰福音第34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诚心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今天这个早晨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阅读主耶稣你的话。主耶稣，今天的天气可能没有很好，但是主耶稣，我们相信你的话要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要成为我们今天开启一天的灵粮。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在今天的读经当中能够看见，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道路，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真理，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使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行走在主耶稣你所预备的道路，以及主耶稣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读经都能够有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2章就是耶稣说人子的荣耀，那犹大卖主，那出去离开之后这个犹太人不信，然后13章耶稣为门徒洗脚，那到13章的后面，犹大去卖主离开之后，就是耶稣最后一段的讲论。那在昨天，耶稣从最后讲论讲到赐下一条新命令，是彼此相爱，并且也说他要去的地方是门徒们不能去。那彼得也说他要去，而且呢，他愿意为主舍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为什么说他要去的地方人不能去。那我们先请陈鑫带我们来读14章的第1节到第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愁烦，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在我父亲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也要使你们跟我在同一个地方。好，谢谢。那在14章的一开始，耶稣知道门徒的怀疑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去。那他们已经跟随耶稣几乎是3年半的时间，但是耶稣现在要去的地方，其实有的人清楚，有的人不明白。好，那当然耶稣说要去的地方，就是他现在要去上十字架，要受难，要要被受死和埋葬。但是现在他们不能去，但是呢，他去的地方呢，第2节也说他要去的地方是他父亲的家。好，那他父亲的家有许多住处，这住处有代表是永远居所的意思，所以耶稣要去为人预备一条永生的路，永生的居所。那怎么样预备？那就透过耶稣的受死、耶稣的牺牲耶稣的复活。那他说他去预备好，他就要回来再接门徒们和他一起去。若没有，他就若没有，他已经告诉你们了。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预备这样的地方，那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信实的。那也可见他在门徒的面前，他所说的话，不仅是信实，而且要成就。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呢，是指在不久的后，一直到现在，那这2000年来，都是一条耶稣所要去的地方。那接下来再请陈鑫带我们来读第4到第7节。第四节，我要去的地方，那条路你们是知道的。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你们既然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父亲的。
从现在起，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了。那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们不能去，耶稣要去的地方他们不能去，但是他去的是预备永恒的居所，而且呢，他说的一定会成就。那而且呢，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啊。”好，那在第12章，耶稣在和犹太人辩论的时候呢，那耶稣也提到说，这些路呢，他们不晓得，但是但是耶稣说，你们门徒知道，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若有人服侍我，就会跟从耶稣，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会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哪一个服侍他的门徒呢，会知道他所走的这条路。那这时候呢，这个多马发言了。那多马呢，是从第11章，那就出现，说耶稣要死的时候，多马说：“我们和他同死吧，和他一起去死吧。”所以他们在拉撒路复活后，那在拉撒路死掉后，那他们就一起从北边的伯大尼去到南边的伯大尼。好，那现在14章多马第二次的出现。好，那现在呢，他就问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怎么会知道哪条路呢？”所以显然门徒们还是对耶稣这样的教导呢，还是按照字面上，以为他们这次又要去加利利，或是去伯大尼，或是去某一个地方。那现在到底耶稣要去什么地方？好歹要讲个地名出来，否则他们怎么知道往哪里去？虽然他们曾经在海面上、水面上遇见耶稣来找他们，那但是也因为多马这样的提问呢，所以耶稣呢来揭露的第6个我是。那第6个我是就是在第6节，耶稣对多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我就是这个字呢又出现了。那就是我加上我是。所以中文应该翻成我是。那它也就是神的自我启示。我自有拥有 I am，I am who I am。那耶稣对他回答说：“我就是。”然后后面用另外一个形容，就是道路。然后呢，在中文翻成顿号，真理顿号生命。那这样好像耶稣是3样东西，因为路、真理、生命是不一样的属性，也是不一样的特性，的3样东西。但因为这三个名词呢，道路、真理、生命，前面都有一个定冠词，而且都是单数，所以它就是 the way、the truth、the life。那就是有一个的。那它不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条路，一个真理，一个生命。如果是一条路，那表示还会有其他的路。一个真理就会表示还会有其他的真理。一个生命也是会有其他的生命，但是是的就是定冠词，就是专属否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它就是。所以在中文可以理解说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是独特的，是没有人跟他一样的，才会用的这个定冠词这个字。那道路、真理、生命呢？它的排序呢，应该是我就是道路。那这道路呢，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或是说就是道路，因为我就是真理和生命。所以这条路呢，其实这整个13章到14章就是在探讨耶稣要去哪里。去哪里那就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找耶稣呢？那耶稣对多马的回答跟启示，就是找耶稣，就是找耶稣。因为耶稣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就是耶稣是无所不在，不用我们去找他，而是他就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只要有2、3个人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会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就是路，
所以只要找耶稣，就会出现这条路，而这条路就是真理，这条路就是生命，通往唯一真理的路，通往唯一永恒生命的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这是一条独特的，是一个没有人其他的可以被取代的。好，那是一个特殊的彰显了。好，那第7节，你们既然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父亲。从现在起，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了。哇，那这一句的启示呢，更了不起。就是耶稣呢，这次前面他有说过，他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他。那后来又说我与父原为一。现在呢，他又说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而且呢，从今以后，那这个为什么从今以后呢？就是当你们找耶稣这条路之后呢，那你们就会找到父，而且呢，就已经看见他。那就是说，人居然可以看见神，看见天父，那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但是这是在对11个门徒讲的。如果又是在公开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恐怕又要引来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公会他们的抗议跟他们的愤怒。所以耶稣又说他就是这条路。那要怎么样找到耶稣？就是找耶稣。那只要每一次找耶稣，耶稣他就会显出一条路。那这也是一个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找耶稣的路上。那么奉耶稣，耶稣他就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那这条路呢，我们可以从旧约来对照。那这条路呢，就是要到圣殿的会幕的圣所在里面的至圣所，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就等于是到神面前这一条路一样。那这条路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他就是这一条通往至圣所的路。那这个通往至圣所的路呢，有真理，有生命，那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那他就是从外院到内院，内院到圣所，圣所到至圣所。那要进去至圣所还有一个布幔，那就是这一条唯一的路。那好像大祭司要到约柜的面前，也是只有一条路，没有其他的路，那只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因为整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的设计就是一个单向的设计。那直直的进去到至圣所的时候，但是要退着出来。那在这进入圣所至圣所当中呢，会有金灯台，会有陈设饼。金灯台呢是光，那就是预表真理，就是光照黑暗。耶稣也说他是世上的光。那陈设饼呢就是祭司在用的饼，是代表生命，是使人能够来领受，让这些服侍的祭司要献上，然后再来分享，再来使用。也好像耶稣是5饼2鱼，说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在这里有世上的光，有生命的粮，那还有耶稣他所启示的道路，那是通往永生。那所以在这条路上呢，也是一个上帝所启示、所应许的路。那透过真理那照亮，透过陈设饼给我们力量。所以呢，最后要通过幔子。那这个布幔呢，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在耶稣从上十字架死的时候呢，那布幔呢就从上到下裂开圣殿的布幔。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那也等于耶稣的身体被拨开，然后为我们舍了一样。那希伯来书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开了一条路，是带我们能够进入来到施恩宝座前能够来到这条至圣所。所以耶稣是道路，它不是什么高速公路，也不是什么产业道路，它是一个通往永生神的路。
好，那这甚至是一个通往天上的家。好，那在天父的家中有许多的居所，好，这些居所是永恒的居所，也是为每一个这些彼此相爱的门徒，好，愿意洗脚服侍的门徒所预备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居所呢降格，说只要信耶稣，或是只要决志祷告，只要受洗，只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轻易的得到这个居所。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把这个圣经里面好的这个条件呢，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要怎么样呢？像耶稣来为学生彼此洗脚，要怎么样子来信这个耶稣，接纳耶稣，明白认识他的真理。那这些呢，显然都是要通往这条路当中所要去追求的。所以天国是要努力才能进入的。好，所以道路就是真理和生命，这加起来就是主耶稣。所以耶稣成为这条路，能够来成就真理，能够来成就生命。接着再请陈鑫带我们来读第8到11节。第8节，腓利对耶稣说：“主啊，把父亲显示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耶稣回答腓利：“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亲。为什么你还说把父亲显示给我们呢？我在父亲的生命里，父亲在我的生命里，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在我生命里的父亲亲自做他的工作。11节，你们要信我，我在父亲的生命里，父亲在我的生命里。如果不信这话，也要因我的工作而信我。”好，谢谢。那刚才提到多马，好，现在出现菲利啊。那菲利呢，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当中，好，那他也有角色，啊，那对，在这个菲利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好，出现了4次。那第一次呢，就是在第1章，就是他遇见这个耶稣之后呢，他就找了拿但业，好，那拿但业不信，好，那腓利就说你来看，好，那拿但业就跟腓利去看。那再来第2次呢，就是在第6章，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好，腓利问我们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好，那耶稣要考验腓利。那而且那时候腓利也回答说，按照他的估算，就算200个银币也不够让这么多人吃。那在第12章，腓利又出现，就是这个希腊人要来见伯赛大人腓利，说我们想见耶稣。那腓利就同安德烈去找耶稣，这第3次出现。那再来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第14章。所以显然腓利呢，在约翰福音当中的出现的次数超过了多马，超过了安德烈，让我们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看不到的腓利或是腓利，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多看到他。那但是他问的问题呢，显然跟刚才多马问的问题不太一样。他现在不是问问题他是求什么呢？说耶稣，你既然说你就是道路，可以到父那里去，而且认识你就可以认识父，就可以看见父，看见神了。哇，那腓利呢，他就说让我们现在很想看见神，说主啊，把父亲显示给我们就满足了。这真的是从创世纪或是呢从这个摩西颁布律法以来，人们一直期待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成为上帝的朋友能够与神相面对面。那他说这也是他们反映犹太的信仰，能够在神的殿宇住1日，胜似在世上的1000日。那耶稣就回答腓利说，腓利，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所以显然腓利这句话是被耶稣说你还是没有听
懂明白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与父是原为一。那看见耶稣就是看见天父，耶稣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他个人，都是从天父，所以也是天父在他的身上才成就。好，那这的确是不太容易。好，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会很羡慕腓力跟耶稣有这样一起3年半传道，甚至能够陪耶稣走到世上的最后一周，最后几个钟头的时刻。那谁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亲。所以耶稣已经郑重的宣告，凡见到耶稣，就是见到天父。这不是指说在2000年前逾越节的那个晚上，而是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找到耶稣这条道路，就是找到天父。所以是一个耶稣直接画上等号的意思，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来到天父的面前。向耶稣祷告，就是向天父祷告，因为他们是一起的。第10节，我在父亲的生命里，父亲在我的生命里，所以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还不相信吗？所以耶稣为什么说认识他就是认识父？因为他们已经是合为一合为一。那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也是在这一章也是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看到三一的神呢，在这一章就出现，因为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那并且呢，因为爱子就会遵守主的话。当我们遵守主的话，就会有真理的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也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质同等，那同存也同在。那腓力他所问的问题呢是他没有办法立刻去消化吸收，但是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耶稣的这句话，认识了耶稣就会认识父，认识了耶稣就会看见父，看见神，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去揣摩，更容易去理解出来。腓力，你还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在我生命里面的父亲亲自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做上帝的工作，就是要使人相信。所以这个工作呢，不是去传福音，不是去医病，不是去赶鬼，不是去教导。这个工作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工作。所以我们有没有真的把信耶稣当成一份工作来做？所以耶稣在这里也说，这就是相信，就是神差耶稣来，在他耶稣里面所做的工作。所以第10节、11节，耶稣又说，因此你们要信我。这个相信没有拿出来，耶稣这工作就失败，就没有完成。我们要信耶稣，而且这个信呢，不是一次过去，而是要持续进行。这个信耶稣是要不断的信10岁信，50岁信，100岁信，持续的信，这才是耶稣的工作。所以是一个与人在地上在世上一个一起奔走天路的工作。你们要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如果我们对耶稣没有这样子的信心的话，我们会去找耶稣，找不到耶稣，就再去找其他的神，想要透过其他的方式找上帝，那就失去了耶稣在这里启示说，我就是道路。我们就不是把耶稣当成唯一的路，而是我们想要自创，自己去找其他的路。就像古今中外人要去寻求神，去山上，去海边，去水底，然后去石头，到处去寻找各样的神，就找出各种奇奇怪怪来的神。但是只有透过耶稣所找的神，才是一个神所启示的神。即使你们不相信这话，也要因我的工作而信我。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耶稣现在所说的，那他所做的工，那这些工呢是什么工呢？他所做的工呢，就是他不断在揭露他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们分享过了7个神迹。好，那这7个神迹呢，使水变酒，就是要使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医治大臣的儿子，毕士大池的瘸子，还有喂饱5000人，行在水面上，治好生来瞎眼的，还有11章的使拉撒路复活。这些神迹呢，就是要让人相信。好，那我们也看到，的确这些神迹，有些人信，但是有些人看见了还是不信。所以耶稣说，神迹只是一个信耶稣的一个开头。但是真正的信耶稣是要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那这样还不够，所以明天才会说，耶稣要赐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耶稣的话呢，不断的帮助我们，不断的信他。所以看见神是一个最高的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最高的经历。我们能够与神相近，能够在神的面前。那摩西也曾经想要看见神，所以神还真的应许他，让他从他的面前经过，但是只能看见他的背影，而且还用一个帕子来挡着他。那好像有一个布幔为了保护摩西。那但是呢，神却借着耶稣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来直接看见神。所以耶稣呢就完全的神。但不是说上帝是太阳，耶稣是月亮。所以我们看见的月亮就等于看见太阳。绝不是这样的比喻而是耶稣他就是有父在他里面，而父呢也在耶稣也在父的里面。好，那在最后请陈鑫带我们来读12到14节。第12节，我郑重的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也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因为我到父亲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我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示出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我一定成全。谢谢。那耶稣呢要腓力信他所做的，信他的身份是与父同职同等。如果不能相信，至少要看见因为他所做的功而相信他就是神。不是只有神的儿子，而就是与神相同。是神在他里面，他也在天父的里面。那最后12节，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了。好，那这个实实在在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2次。告诉你们说，我所做的工就是这些帮助人信耶稣的工作，信我的人也会做。所以这里不是在讲神迹，而是说使人相信耶稣。要怎么样使人相信耶稣？我们通常会在这一节上面就会纠结就是我们要用神迹，像耶稣这么多的神迹让人信耶稣。不是，要使人信耶稣不是靠神迹。那大家都应该要有超能力。要使人信耶稣呢，就是要把耶稣的话还原，把耶稣所说的话能够使人明白。就像现在多马不明白，耶稣讲给他听；腓力不明白，耶稣讲给他听。要怎么样使人相信？就是把耶稣的话能够还原，能够搬出来，能够原汁原味的使人明白。这就是信耶稣的人要做的事情，而且呢，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情更大的事情。好，那比这更大的事情呢？好，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有3次提到。第一次提到呢，就是安德烈，对不起，拿但业，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耶稣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他就信了，所以这么快就信了。他信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告诉拿但业：“你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好，这在第1章的50节。好，也就是说，安德烈这个拿但业，他一直是在读神的话。好，当他遇见神的儿子，他就能够把神的话呢看见更大的事情。那第2次出现是在5章的20节，在这个毕士大池的旁边，来治好这个瘸腿。
耶稣也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一切事指示给他，要将比这更大的事给他看了。所以不仅是这个瘸腿行走38年，甚至还会看见死人复活。但是这更大的事情呢，就是神要赐给人有永生了。这永生是从真理而来。那现在第3次提到，信耶稣的也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就是不管是神迹，不管是永生，那这些都是从耶稣他的话来。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我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出来。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说，为什么这个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因为认识的耶稣就是认识的父，所以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什么父就成全。因为为什么父成全呢？是因为耶稣成全，因为耶稣的里面就是天父，那天父的里面就是耶稣。所以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天父就会成全，因为耶稣他会赐下圣灵来赐下恩赐和能力。还有呢，向耶稣求呢，就是奉主的名祷告，就是与主联合，就如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联合一样。好，那所以做更大的事情，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传福音不是只有给人吃喂饱他的肚子，我们今天传福音也不是只有使人恢复工作他有得到金钱能够解决眼前的困难。今天要传福音做更大的事情，要使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的金句12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也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因为我到父亲那里去。耶稣以自己当作我们的道路，要我们走在耶稣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走在耶稣里面，走出了耶稣，我们的信仰就会迷失，就会迷路。认识耶稣也是认识真理的过程。当我们越认识耶稣，就越认识真理。当我们越认识真理，我们就不用担心被魔鬼的欺骗。好像犹大，他就被魔鬼迷惑，受到欺骗。那最后祈祷就是感谢主耶稣把我们带进他的生命中，也求主耶稣保守我们能够永远住在他里面，永远不分离。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耶稣，你是道路，你是我们能够得着真理和生命，让我们能够走在你所为我们打破的身体当中，也让我们能为我们开了一条用血所铺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来找耶稣，因为奉耶稣的名求，不论求什么，耶稣要成全。这样的求是求神你的同在，使世人能够认识你是神所差来，使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和姐妹朋友能够明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求圣灵保惠师赏赐能力，让我们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如同耶稣所期待的每一位门徒一样，让我们能够透过彼此相爱的见证来认出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恳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诚心，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